橋牌係一項講求合作、邏輯推理同埋數學機率嘅智力運動。佢而家亦都係最流行嘅啤牌類遊戲之一。比較其他啤牌類遊戲，橋牌需要更多嘅思考，運氣成分亦都佔更少。橋牌喺2018年首次列入為亞運比賽嘅項目，港隊僅於首屆亞運就取得2銀2銅嘅佳績。橋牌自2018年被列入亞運項目後，港隊連續2屆都奪得獎牌，於2023年杭州亞運會更取得1金1銅，締造歷史。本地方面，香港亦有唔少嘅橋牌大型盛事，例如中國香港橋牌協會每年舉辦城市橋牌錦標賽，以及喺2013同2023年都曾舉辦亞太橋牌聯合會錦標賽。橋牌使用52張啤牌進行，不含鬼牌 ，Ace 最大，2最細。場上面4位玩家分別坐喺東南西北4家，每個人隨機各分發13張牌。橋牌係對制運動，正式比賽嘅時候會分別喺2張台進行，對家係隊友，即係台1嘅東西家同埋台2嘅南北家為一隊。2台攞到嘅牌會完全相同，呢個係橋牌嘅一大特色，以確保2隊喺公平同埋對等嘅情況之下較量。發牌之後會先進入叫牌階段，然後再進入打牌階段。黃牌花式係喺每局嘅叫牌階段嘅時候決定。叫牌目的係為咗訂立勝出嘅合約，合約內容有2方面：一係莊家需要喺該局勝出幾多回合，即係獲得幾多等；二係邊一種花式為黃牌花式。叫牌嘅時候會由一位起家開始叫起，然後順時針每個玩家輪流叫牌。玩家可以選擇叫牌，或者叫大於上一位玩家提出嘅數字或者花式，直到所有玩家決定唔叫牌為止。比賽中，牌桌上會有連幕隔開隊友，而且禁止除咗叫牌以外嘅一切交流。而所謂叫牌，其實唔能夠發出聲音。比賽中，大會會提供叫牌專用嘅 bidding box 俾玩家使用。bidding box 除咗包含由1梅花去到7 NT 嘅字卡，亦都有 pass、double 等叫牌所需嘅字卡。橋牌嘅叫牌階段講求同隊友嘅溝通同埋配合，以交流各自嘅牌程，從而揾到對己方最有利嘅花式同埋目標。打牌階段，莊家嘅下家會先開始打出第一隻牌，然後順時針每位玩家需要打出同花式嘅牌，最大者勝出該回合，稱為獲得1等。如果玩家手牌裡面冇同花式嘅牌，而該局設有黃牌花式，就可以打出黃牌花式嘅牌以勝出該等。如果多於1位玩家打出黃牌花式嘅牌，就會以數字大小去決勝。如果玩家冇同花式嘅牌，並且打出其他花式嘅牌，嗰位玩家就冇辦法勝得嗰個等。勝出者會喺下一等先出牌，玩家目標係勝出特定嘅等數，呢一啲就牽涉到叫牌啦。中一即係學校旅行咧，就去踩單車啦，去大尾督。咁咧就我嗰陣時唔識踩單車，咁我哋有個阿 Sir 就叫我哋幾個識嘅咧，就即係坐埋一邊咁樣，就教我哋玩咗個啤牌遊戲。咁就第一次接觸橋牌係咁樣。第一次接觸係我啱啱升中1嗰陣啦，咁當其時中學就係有橋牌會嘅，係啦，咁所以我就加入咗個橋牌會，因為其實我本身都中意玩啤牌嗰啲人嚟嘅。其實每一個牌咧，我哋都會遇到啲唔同嘅難題嘅。咁我哋喺唔同嘅難題入邊咧，都揾到一個最佳嘅處理辦法去解決啦。咁呢啲解謎嘅環節咧，都係我哋對橋牌嗰個一個着迷嘅地方啦。橋牌呢個運動咧，相對其他運動咧，可能嗰個觀賞性冇咁大嘅。譬如你足球、籃球會有啲入波或者有啲反勝嘅場面啦。咁但係橋牌咧，亦都會有嘅。我哋舊年喺即係阿根廷一個世界橋牌運動會咧，我哋都見證一啲即係隊伍喺最後時刻反勝，咁啲隊員係好興奮、好雀躍嘅，即係場面咧都令我好深刻嘅。橋牌可以識到啲唔同嘅人啦，因為佢哋可能係唔同背景啊、唔同國家。咁橋牌最吸引嘅地方其實就係唔同年齡啊、唔同職業嘅人都可以參與嘅活動咯。希望透過呢集影片，大家對橋牌有更深認識，亦都會投入呢項運動。
如果想參與或者認識更多關於橋牌嘅嘢，歡迎大家參加康文署開設嘅橋牌研習班，並且瀏覽中國香港橋牌協會嘅網頁，當中有唔同嘅活動，歡迎大家去參與嘅。